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27，诗篇119篇165节安尼讲：听受你的律法的人，有大平安。无一项会颠破因的脚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听受你的律法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智慧，你是阮的气力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。愿要专心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赞阮，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赦免阮的罪过。主啊，因为阮是你的百姓，是你草场的羊，你的确要互阮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阮到安静的水边，因为你是阮的牧者。主啊，阮要听受你的律法，较无你的话。主啊，阮的心要较无你，阮的心要较无你。主啊，你应允讲，听受你的律法的人，有大平安，因为无一项会颠破因的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听受伊的律法，就会有大平安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